1+1可以同 Google 合作。作為 Veo 嘅嗰個使用者，顯示到我哋初步嘅實驗成果。我哋用 Veo 入咗我哋自己研發嘅影像生成系統，喺短時間之內咧，可以製作出一條可以有連貫性嘅片段。我好開心。科技同埋創作係相輔相成，我哋要深信，只有不斷去學習、勇於嘗試，無論係香港嘅演藝，抑或其他行業都好，我哋都可以走得更遠，一齊為我哋香港加油！